那这夹红仔机呢，最近是长时行，也有袂少家长会带囡仔做伙去佚佗。也毋过消保会所发现讲，这高雄31间较大型的夹红仔机店，拢总有超过8成是无达经济部的许可证。有业者甚至是伫现场摆拍庆鼓等等较属于跋筊的机台，所以消保会就呼吁政府一定要重视。来到娃娃机店，民众发现店内藏久，互人会当业。嘛有业点数会当累计偌久，所伫品项当中看到保育类的品种。另外，嘛有业者提供业刮刮卡、拍庆鼓珠啊，这种有涉嫌着跋筊的机台，这种乱象，互台湾消保会真烦恼。4家可以更换乌龟，其中有1家是现场摆放乌龟，可以让你拿走。1半以上的食物机台，有的它上面其实都有贴食物效期，但是呢，还是有超过30%它是没有标示。加个娃娃，那个娃娃如果假设被认定说这个价值不是很高的话，可能就算本身是赌博行为，但是可能也不在刑法处罚范围之内。协会针对全市31间中大型店家调查，发现26间无达经济部储物机台许可的文件，另外有11间业者实物保存的期限表示不清楚。讲实在的，真的不赞成。对，因为小孩子他本身的思考能力，他没有办法到很正确。对，所以这样会有导致一些误导。夹娃机，什么人都可以玩没有错，但是就是尽量商品，因为它是24小时嘛，对有时候出入的人也比较复杂一点。娃娃机店最近拓店的数量愈来愈多，常常当看到900片的大型店面，所嘛出现真侪乱象，真侪家长嘛讲会烦恼，就惊主管机关无落实管理，或业者为着趁钱，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考证自个报道。